来看嘉义中部有一个农民4年前，甲伊种的槟榔拢错掉，改种300外丛的土地。伊佮结合嘉义大学甲农改场的经验，伫咧热天无靠草，保持土白水分，佮甲这土地泡在地壳摕来做肥料，互产量加增倍。向来参访的校员小概无共方式种出来的土地籽。嘉义县中部乡土地有产销班的农民区远期，甲槟榔园改种土地树，经过适当的改良甲友善的种植，产量是翻几啊倍。2022年那一年应该算是没产量，因为我接收过来以后，我就废槟榔嘛，槟榔废园，然后从第1年开始采收100公斤，去年300。今年应该最少有600公斤以上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采了500多。你剪落去都差不多负担的拄好先会较力。像咱果子啊嘛是爱收果到尾伊会较力，强求伊品质，不强求伊量。土地铺地壳摕来做肥料，园仔内嘛无拖草，保持土白的水分。采收了后的土地树，各用一台肥来照顾。这6.7分地的土地树园，为进前种槟榔1档3万的租金收入，即马变做有100万的产值。用叶片施肥的方式，所以我们就把易肥自己发酵，所以我们喷洒这些东西，对我们的人体都没有害处。一块营养液还有一块有机的栽培安尼看起来我感觉这成长嘛拢真好。嘉义县中部乡除了是国内土地油的产区之一，嘛是台湾主要的槟榔产区。区远期为家己对健康的需求开始，用心栽培好的土地，佮研发多元的产品，希望为在地农业发展甲槟榔转型，找出一条新的出路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